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，面对疫情的升温，台南市政府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尤其31号的跨年晚会，市府提升防疫的管制措施，包括进场一定要对4个出入口，而且要量体温、挂嘴암、实联名字的登记等。呼吁参加的民众一定要遵守防疫的规定，若无经过勸導唔聽，會將開罰單。我们为了要让民众能够更放心、更安全的来参与这些跨年的相关活动，在其他各县市，台南市跟其他各县市一样，都还在正常举办的前提下，我们要做好防疫措施，而且用更高的规格、更严厉的措施来处理。刚刚大家所看到的，不管是举牌，不管是 QR code， 不管是开手机，不管是要储备这个消毒的酒精，这一类的东西之外，我们还会加派人手在现场。凡是有拆掉口罩的、拿下口罩的，凡是有进行饮食的，这些我们都予以劝导。劝导不听，就直接把他带离现场开罚。除了防疫，另外交通甲环保卫生嘛真重要。伫交通方面，同款有接驳车。毋过，伫建平路甲福建路拢有封闭一个车道，24个管制出入口分别伫西平广场靠近福建路、建平甲宜平路口、建平南岛路口、甲南岛路和南龙大道口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